去踮遐，你已经命令要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山岩，我的山寨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，因为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仰望的。对我少年的时，你是我所倚靠的。我对太你，互你扶持，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。我要常常学罗你。撒迦利亚圣诗，圣诗第24首。我心学罗至高上帝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大家有缘徛伫，做伙共读使徒圣经，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2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最全能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共的教会，
性德相通，虽下面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，三甲来启应。启应文第13篇，上时也是诗篇42篇，伫圣诗后面1019页。我来去，请兄弟来引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羡慕你，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永远的上帝。我每日用目屎准饭吞，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，我追念这个代志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就仰望上帝，我犹顾要称赞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。你的瀑布出声，深渊甲深渊相呼应。你是上主示露伊的慈爱。我要对上帝，我的石盘讲，你哪会袂记得我？我会对着求我，拍碎我的骨头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就仰望上帝，我犹顾要称赞伊。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经过过去一年的平安，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。过去的日子，涉事有犯的过错，我愿再一次诚心悔改认罪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赦免我，撤销我一切过犯。今日是咱民间的小过年。出外回乡的兄弟，求你保守因脚步的平安；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求你亲自医治因；有拄着死失的，求主你来安慰因，拭去因一尽不甘的目屎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伫阮每一天人生的日子当中引带阮。互阮拄着磨练、受考验，帮助阮活活来跟对主耶稣，无行家己的路。愿你互阮看见亲像耶利米怜悯的心肠，为着上主的公义，以勇敢来讲话，并且将新约的应允带予世间人。恳求圣神你充满阮，互阮有更加清楚的意向，明白当行的路，谦卑甲助力来同行。也求你伫新的一年继续带领阮同教会，会当来侍奉你，并且伫你的恩典当中持续来成长。求你借着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，讲明你的真理，互听甲讲的白白拢会当得到利益。阮将今日礼拜整个的过程对头到尾，仰望交托伫你的手，愿你扶持带领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圣经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。
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，和合本圣经881页，台语汉字本圣经827页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，我未创造你，伫腹肚内的大声，我捌你；你未出胎的大声，我分别你做圣，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讲，孩啊，主耶和华，你看，我未晓讲，因为我是囡仔。总是耶和华对我讲：“你毋通讲我是囡仔，因为我见有找你，你就去；我见有烦恼你，你就讲。”第8节，你无得惊，因为我甲你伫地要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。耶和华甲我讲：“你看，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。看，今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，是为着要拔出、要拆毁、要败坏、要斜倒、要建立、要栽培。”以上圣经愿上帝赐福，听伊话过去行的人。学老，这时请圣歌队来学老，学老诗歌是我专心信奉。正道，今日牧师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“主的快乐伫咱宣讲真理的时显现”。PPT 帮我放我的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声，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将你的话授予互阮，就亲像早前你有将你的话授予互先知耶利米相共款。今仔日，我要通过伊受呼召的这个经验，回头来探讨阮家己一面对现今的世界时，阮怎样来传福音？阮怎样将上帝你的话来实践一人的身躯顶，特别是伫阮家己的身躯顶。愿主你的神运行伫这中间，互阮伫分享、探讨的时，主啊，你的神就授予阮亮光，互阮信息，
成做阮性命的帮助甲快乐。愿咱愿你仰望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 PPT 下一页。顶礼拜刚是有讲到道成肉体安尼议题，敢会记得？哇！即声你互我去边仔爱吼者七只目屎，有无啦？有啦吼，道成肉体。啊，刚是讲道成肉体安尼功课，就是爱将上帝话实践一人的身躯顶，对无？总是顶礼拜咱安尼一直听落来，咱会一直想讲，道成肉体就是要做照顾弱势安尼的善事，听起来哪像是安尼，对无？因为尼希米甲以色列，都是先答因的生活安那，先安打好，较简通过因对无？总是听落来讲，无事，所以道成肉体就是做善事，照顾弱势安尼尔吗？无事要直接甲调整，做善事刚一定爱道成肉体。做善事讲一定爱道成肉体，无毋对，道成肉体是爱咱将上帝话实践出来。总是有当时，咱常常去互迷信者调整一句话，甲咱讲宗教拢是劝人安那做好对无？宗教是劝人为善对无？啊，当人安尼一讲的时阵吼，咱的喙就安那，怎点去，毋知影要安怎引落去对无？安那是得安尼硬讲落去讲，啊无啦，阮甲你讲啦，阮的教会、阮的宗教吼，做偌济善事，你感觉人会安那来应？人嘛会甲恁讲，啊，阮的庙啊，阮的宗教嘛，做偌济善事，啊，接煞咱要安怎应？啊，咱若是得硬讲落去的时阵，敢是伫相比啊，对无？再比较啦，去比较啊！啊，你比较落去，咱敢有法度传福音？只是愈比愈安那，对方愈来愈毋甘愿，愈无想要听咱讲。因为啥呐？开始咧比较，比讲啥个宗教较好，啥个宗教较无好。啊，咱无一个机会，逐人传讲，还是讲有一个机会讲上帝话的时阵，安尼福音是要传互人，是要互人明白上帝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来直接探讨道成肉体的另外一个功课，或者有见证的性命，有见证的性命。来，咱 PPT 下一页。上帝的真理爱实践在人的身躯顶，咱边人讲实践在人的身躯顶。啊，请问这个人敢有包括咱家己？有无？当咱的性命若是互上帝话来破碎、重新建立了后，我要讲的是，咱自然咱的性命就是有信息、有良善安尼的性质。咱自然是做某项代志的时阵，咱就会思考讲，我应该爱安怎讲，应该安怎想、安怎做，才符合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信息甲良善。因为安怎，咱若是要雕工做善事。毋免基督徒嘛会当做啊，对无？若要雕工去做的话，不过你一个人敢有良善，敢有老实，敢有信息、有自爱安尼的一个性质、一个性格，敢假仔会来？敢假仔会来？假袂来嘛？有当时啊，咱甲一个人交陪久啊，就安怎？就知影对无？啊，咱基督徒嘛是共款啊。一开始咱讲哦，咱基督徒。通过礼拜团契真好真好，总是有当时交陪久啊，安那，人就发现讲，啊你基督徒你也无正经有老实、有性格，也有公义安尼一个性质，在咱的身躯顶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当咱无安尼一个性命的时，咱教会不管办啥物款的活动，咱做啥物款的代志，我要讲的是真歹当吸引，因为教会要吸引人的。是活动还是人？教会要吸引人的是活动还是人？所以重点是安那，是人对无？所以道成肉体这件代志，毋是互人干那去想讲，
咱要办啥物活动，咱要做啥物善事，毋是干那想这，是爱想讲上帝话要安怎互咱家己真做良善，真做老实，真做即个信息安尼一个性格。咱 PPT 下一页。好，你的连续一直听到我讲即句 PPT 下一页。神的耶利米就照咱今仔日所领受即段经文相共款，伊受到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爱去传达伊的话语。为虾米？为了要互犹太国、要互以色列国、要互万邦万族来拢知影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上帝的受气，上帝的刑罚已经要临到，恁必须爱悔改。总是面对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，这耶利米敢有接受上帝的呼召？敢有？耶利米找啥物借口？伊讲啥？啊啦，伊讲啥？我袂晓讲啦，我是囡仔啦。照学者的研究落来，迄时阵耶利米可能还袂20岁，还没有20岁啦。真正这少年受呼召。耶利米无想要接受，你若将规本耶利米看了，伊会感觉讲，即个先知全借口，全怨言，拢无想要去传道。真正，原因是啥物？原因是老实话敢有好听？老实话好不好听？无好听。真理敢有好传？无好传。安那若是只一直讲，敢会顾人怨？会顾人怨对无？一出嘴人也感觉你安怎？真破格。啊，大家好好，啊，你是只讲啊，甲人无共的。大家人拢讲好，敢有你只讲歹？耶利米真歹做。后一啊，咱敢有看过一个安徒生的一个童话《国王的新衫》？敢有看过这个故事？这个故事你讲啥？讲一个国王因为只爱穿新衫，所以去人骗去的代志，对无？我也是调查一下好，敢有人看过《国王的新衣》这本故事册？有看过啊？手一下，互我知影。好，手放了。无需要直接问的是，甲国王欺骗的，敢只有迄两个假的裁缝师？甲国王欺骗的哦，只有迄两个假的裁缝师尔吗？当原地遐个真的裁缝师，因做了一领搁一领。这水搁新的衫，互国王的时阵，国王大家的衫嫌啊无一块着，总是无人真老实甲国王讲，国王你应该爱减肥，因为毋是衫无好看，问题出一堆，是身材无好嘛。敢有人敢甲国王安尼讲？无人敢讲。好啊，倒来有两个假的裁缝师要做一领新衫，然后甲国王甲遮个政府官员讲。因做的衫吼，敢有智慧、有聪明的人较看会着，必须爱有聪明、有智慧的人较看会着哦。结果国王派这个政府官员去看做衫的过程，结果大家转来拢讲啥？拢讲啥？哦，这衫真水，但是实际上因敢有看到衫？无嘛，因无看到衫嘛，因无想要互人讲因是戆人嘛，对无？所以因讲白贼。因只学了一件无真实存在的这个物件，转来拢也国王讲，吼，迄领衫偌水，拄偌水。结果当迄领衫做好的时，这个政府官员拢讲，吼，衫真水。啊，系啊，请问国王家己敢看会到迄领衫？国王家己敢看会到迄领衫？看袂到对无？但是国王敢要承认讲伊看袂到？伊嘛歹承认啊！伊嘛只哦，真正有够水的，像恁讲的安尼有够水的。因为伊若承认伊是看袂到的戆人，伊敢有法度继续做国王？袂使嘛。所以即个白惨呢，安怎？边仔人用讲的就好，国王爱家己承受啦。即个白惨边仔人用讲的就好，国王爱家己承受哦。所以就是即个无人要承认。当那时有即领衫的存在的时，国王只好安那穿伊的新衫出去游行，穿伊的新衫出去游行。
实际上讲，敢有穿衫？无啦。一沿路，因遮的人民，伊嘛知影即领衫的代志啊。但拢讲看袂到，就是戆人嘛，对无？叫沿路的人拢伫讲啥？吼，即领衫有够水的啦！吼，靠，遐水，你看无对无？叫别人讲啊，看无，我看有啦，有够水的新衫。但是明明就看无，对无？无人要去人讲是戆人，总是安那全体做伙做真正的戆人。一直到一个查甫囡仔，伊出来踢笑国王，即场的闹剧，即场消息才来结束。即个查甫囡仔出来讲，啊，国王无穿衫，剩一领内裤，啊，伊牵刀搁到大牵呢，竟人踹一条，赶紧叫迄囡仔踮去，但伊的嘴掩起来。我这送个囡仔，你戆人看袂到国王的新衫，带转去好无？这送个囡仔，总是这个囡仔查某囡仔敢会甘愿？唔甘愿啦，因为国王实际上敢有穿衫。伊都遐吵，国王无穿衫是事实嘛？是事实嘛？啥叫我点点？开始有人感觉讲，啊囡仔就是遮尔天真啊，囡仔就是遮尔单纯啊，囡仔的反应就是遮尔老实啊，囡仔也袂人抱啦，也袂人保守啦，对无？会渐渐去意识到讲，国王到底有穿衫无？国王到底有穿衫无？无啦。所以原底的抱仔声甲讹了，变做踢笑的衫。最后国王才有发现讲，伊其实无穿衫。敢有？有啦。啊，总是为着民主安怎？游行刚才也行好了，游行嘛是爱来行好了啊。来，咱后一张。这是我第一届一讲道内底讲遐尔长的故事。较早毋捌讲遐尔长，总是牧师就是要通过即个故事，简单来分享、来介绍先知耶利米伊的处境到底是安怎。先知耶利米就亲像头前迄个故事的查甫囡仔，伊是唯一要将真理讲出来的人，伊是唯一要将事实讲出来的人。虽然伊家己无愿意，总是伊是唯一敢甲事实讲出来的人。那呢，当时的犹太国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毋是国王爱穿新衫，是国王带头拜偶像。毋若国王带头拜偶像，边爱先知甲祭司嘛对国王做伙拜偶像。咱爱知影一件代志：旧约时代的国王、先知甲祭司，或者受抹油的，啥物意思？上帝亲自竞选的人，或者受抹油的国王、先知、祭司、宗教领袖带头去拜偶像。一个拜落去了后，其他政府官员敢有对咧拜？嘛对咧拜。人民的代表敢有对咧拜？嘛对咧拜。所以最后，所有的人民拢安怎？拢安怎？拢咧拜，拢咧拜。过去以色列人伫献祭还是修行的时，拢会将上好的献予上帝，后来拢献予啥？献予偶像。进前拢学了上帝所修饰的风调雨顺，最后将学了甲阳光拢献予啥？献予偶像。佮整个社会，因为先知甲祭司拢咧拜偶像，所以无咧教圣经，无咧讲上帝的话，所以人怎毋捌上帝，毋知影敬畏，甚至因为无律法、无上帝的话、无圣经，整个社会混乱，人做歹。但是毋知影家己犯罪。我讲一个，人做歹，但是毋知影家己犯罪。就算讲一这中间有人民清醒过来，意识到讲啊，社会遐尔混乱，就是拜偶像的缘故。总是这先知甲祭司拢来人民应一句话讲：平安啦，平安啦，无代志，无问题，恁做恁转去。平安啦，做恁拜，
总是拜偶像敢有平安？无平安，代志都真严重。伫头过的故事内底，因为一个囡仔的成绩，大人有清切过来。总是一还未清切进前，国王无穿衫，总是边仔政府官员拢讲啥物话？哦，有够水，有够水。人民发现讲拜偶像无好，去甲先知甲祭司讲，总是先知甲祭司拢讲啥？平安啦，无代志，继续拜。伫无人教圣经、无人教律法甲诫命、无人认捌上帝的情形下，就无人知影安怎敬畏上帝。因一面拜偶像，一面将要奉献的物件提去到上帝的圣殿来献予上帝。所以到最后，犹太人因的信仰的状态是安怎？只有表面上的礼仪啦，表面上的礼拜，总是内心敢有真正的敬虔？无，剩下表面上的礼仪，没有内心的敬虔。咱后一张，先知亚利米，伫这中间，伊非常的痛苦，伊的心真滚假，因为伊真清楚，伫这全国人民，人人拢拜偶像的情形下，根本无人要听伊讲道，根本无人要听伊宣讲上帝的话。伊真无愿意，总是偏偏送要爱伊讲，上帝爱伊讲。亚利米将伊的讲道篇，就是上帝予伊的信息，叫伊的书记巴录记录落来，寄予这个国王。望国王看了这个讲道篇，上帝的信息会当悔改，总是得到什么款的反应？这个国王将上帝的信息提去消耗掉。亚利米去甲先知，这个假先知、假的祭司一下辩论，总是亚利米去互人用暴力来对待。亚利米一个出嘴，因就把亚利米塞落去，啊无拖去弄、拖去蒸，甚至来塞落去井内底，要来害予死。伫这情形下，亚利米嘛无所在通住，无所在通秘。为虾米？当伊转去至伊家己的故乡的时，伊故乡的人既然要来陷害。当伊投靠伊的好朋友的时，伊的好朋友要甲出卖。我要讲的是正正头我迄个故事，国王无穿衫，因为一个囡仔的成绩，所有的人拢清醒过来面对事实。总是亚利米的处境是国王拜偶像，全国的人民拢伫拜偶像。安尼上要去做迄个戆人，将事实讲出来。我爱讲亚利米伊家己本身嘛无爱出来讲事实的话，伊无爱做迄个戆人。后一张，咱知影讲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，总是代言的方式，毋那是用嘴讲，也包括先知的生活，也是帮上帝代言的一种方式。咱若看亚利米书，上帝叫亚利米，你袂使娶某，你袂使生囝，意思是讲爱亚利米独身啦，袂使有婚约的关系。袂当有囝儿上好的产业，这是上帝要通过先知实际的生活来象征伊甲犹大国的这个关系。咱来看先知何西阿，有人看过何西阿书？先知何西阿，上帝爱先知何西阿去娶啥物货？娶一个某是安怎的？犯奸淫的对无？去娶一个犯奸淫的某。一个妇人人来做某，这是要象征啥物？象征讲以色列国因拜偶像犯着这个属灵的奸淫罪。安尼咱讲转来，上帝爱亚利米，你袂使娶某生囝，这是要象征啥物代志？象征讲犹大国一定无毋望啊，一定无毋望，是安怎？因为犯奸淫的妇人人，倒有人要娶，这个代表讲，上帝就亲像迄个丈夫继续要疼这个某，总是上帝叫亚利米讲，你袂使娶某，袂使生囝，代表啥？
上帝无要甲犹大国重新立约啊，他不再跟犹大国重新立约，不想进入立约的关系，嘛无想要得守守任何的稳定甲福分。所以耶利米伊保持独身，就代表讲上帝伊无爱得甲犹大国得甲立约，安尼会当保持上帝伊本身的性格，因为犹大国一定犯着即个属灵的奸淫罪。后一张，耶利米伊会当讲是所有的先知内底上介孤单、上介痛苦的一位，因为伊敢有某，无某，敢有囝，啊，转去家己的故乡安那，互人陷害，要投靠好朋友安那，互人出卖。当然，这是因为咱看耶利米书。伊有将伊家己的代志、传道的过程来甲记录落来，咱才会来知影。咱毋敢讲以赛亚、阿摩斯、何西阿这些先知，因拢无痛苦的经验，总是因无一个亲像耶利米遮尔老实啊。因无像耶利米遮尔老实，真实将家己的性情、家己的心思、家己的情绪来甲记录落来。耶利米伊真诚实，伊真正真老实，将家己安那拒绝上帝，家己安那埋怨，安那找借口，安那无爱去传道的这些代志，拢达记录落来。耶利米真老实，伊毋是敢有记载家己正面的，伊嘛记载家己安怎，这系负面的代志，伊真老实记录落来。为什么？为啥要写起来？写起来这物件，就是要互受了归回的以色列人会当来看伊的这个过程，会当互以色列人知影讲，原来上帝呼召一个人，是有互一个人经历这个破碎到重新重建的一个过程。安尼一个人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咱来看咱手头的圣经，今仔日最后一节。上帝爱耶利米用伊的话去做啥物代志？上帝爱耶利米用上帝的话去做啥物代志？敢有讲要飞出？敢有讲要拆毁？敢有要败坏？敢有要扯倒？头前拢是破坏的物件，对无？总是后壁上帝在讲啥？要建立到啥物会？所以要建立甲栽培进程，头前爱有一个啥物款的阶段？爱先有破坏的阶段。上帝爱耶利米用伊的话去做安尼代志，先去破坏，后壁才来建立，才来栽培。意思是讲，爱将全国拜偶像的代志拢来毁坏、车祸倒，后壁才重新来做这个传福音、建立信仰的代志。总是耶利米伊本身，伊嘛有互上帝话，伫伊家己的身躯顶来重新建立安尼的工课。耶利米是当当时伊所讲的道，伊所传的道，我要讲的是，真正是个人缘。人人咧拜偶像，人人拢讲好，敢有你一个人只遐讲歹，讲毋通。总是咱看耶利米书，伊本身的生活见证。绝对会真做真感动人的故事。通过伊的传道的这个记录，互人知影讲，原来做一个先知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，要面对真济的挑战甲试炼。原来要传讲上帝的话，无遐尔简单，会互人拒绝，会互人攻击。原来要用上帝的话去调整别人进前，家己嘛得互上帝的话来调整。因为今仔日上帝的话，若是指咱家己的成就无任何亏力的时，咱就无亏力去传讲上帝的话。我来讲一解，上帝的话语没有首先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产生能力、彰显能力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能力去传福音、传讲神的话语。意思是讲，咱要去传讲上帝的话，总是今仔日上帝的话伫你的身躯顶。无互你重新破碎，无重新的建立栽培，
调整的时，咱的身躯顶就无上帝的气力。咱无即个气力，咱就毋通倒去传上帝的话，因为咱毋知影气力要倒位来。后一张。所以不管是伫国王的新衫的即个故事内面，也是耶利米伊的迄个时代所拄着的即个处境，咱敢看去讲，拢无人愿意出来做戆人。总是迄个戆人所代表的是啥物？即个戆人所代表的是纯真，是老实，是正直，是无即个虚假，无白贼。耶利米自迄个败坏的世代，伊是一个戆人。虽然伊无亲像即个国王的新衫即个故事相共款，有人清醒起来面对事实。耶利米伊所拄着的情形是，以色列结局非常的悲惨，因为无人清醒过来，所以耶路撒冷整个犹太国受巴比伦的毁灭。总是伫这过程中间，耶利米伊传道的故事甲经历是充满见证。请问，伊伫一个无人要听伊讲道，得世界去来攻击的这个处境下，耶利米先知会当坚持到落尾，伊的气力是对倒位来？无人要听伊讲，得甲伊攻击，总是伊爱坚持到落尾，伊的气力是对倒位来？对上帝遐来。我要讲的是，耶利米伊传讲上帝的话，自伊一生的中间，无改变任何的代志。我要讲一解，咱看耶利米书，咱就知影，伊一世人传道，无改变任何的代志。拜偶像的继续拜偶像，做歹的继续做歹。所以耶利米甲上帝讲：拜托你莫得叫我讲道啊！伊反正就无人要听，反正你就计划好要互耶路撒冷城受毁灭，你都叫我一直出来讲要创啥？互我互人拒绝，互我互人攻击。所以耶利米真正足痛苦。伊看去讲，伊得安那传讲，无任何的代志来做改变。总是伊为着坚持传讲上帝的话，别人无改变。总是伊家己敢有改变？咱看耶利米书，伊是所有先知内底借口安怎？上济怨言安怎？上济不是只找借口，即不是只埋怨，总是到最后先知耶利米，伊敢有顺服？伊家己的性命敢有得到改变？敢有坚持传道到落尾？敢有？一只牧师要问的是：当咱要去达人做见证的时阵，咱的见证一定爱是成功的案例吗？我们所做的见证一定要是成功的案例吗？成功的案例则吸引人的，总是有缘伫苦难内底都有信心安尼的性命，愈较吸引人。咱讲一个成功的案例，人会真有兴趣讲，你是安那成功的？总是你伫苦难的中间，都有缘有信心。人会来问一句话讲：你的气力、你的帮助是对倒位来？视频讲是有安尼一句：你的气力是对倒位来？气力对倒位来？对上帝遐来。上帝的气力要通过一个人生命的见证来显现出来。所以，当咱摕圣经去人分享的时，咱家己的生命若本身有见证，咱的生命有受到更新改变，咱所讲的就要充满上帝的气力。当安尼的时，当咱即人分享的时，人要看到啥物？人要看到一个活活的见证，伫伊的面头前。人要看起上帝的能力，就伫咱的身躯顶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怜悯阮，
一达世代要传福音，要做福音的事工，真正无简单。检查阮亲像耶利米相共款，阮即想要用上帝你的话语来改变这个社会，改变这个国家，改变这个世界。总是常常拄到的是，互人拒绝，无人要听。总是主通过耶利米伊家己的记载，今仔日嘛，互阮家己来反省。主啊，你的话到大声伫阮的身躯顶显出气力，阮的性命到因为你的话来得到更新改变，互你的话语重新破碎得重建。主上帝，感谢你今仔日通过耶利米以受呼召的这个记载，互阮倒一届得到反省的机会。是啊，阮毋知影讲上帝你对这个世界，你的计划是啥物？总是你有呼召阮去传福音，就求主上至少，互阮的性命通过你的话语得到改变，得到破碎，得到重新建立。互阮当有机会时，阮毋若传讲上帝你的话，我嘛要用阮生命的见证来显出主上帝你的气力。愿主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帮助阮、引带阮、鼓励阮。阮安尼向你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374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。请起立吟全首。听见救主出声得救，啥物人要去做工？咱拢到市场啊行行，啥物人要去收？有主。
请坐。奉献，这时请黄传俊执事甲李正义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吟奉献的诗。报告大声，咱先来读今日金句，我读一遍，请兄姐来读两遍。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，耶和华甲我讲：你看，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。耶利米书1章9节，请。请掀开周报第一页，第一页拢总有3个这个礼拜的主日吼，请咱家己爱注意吼。2月初3今日，2月初5是咱新春礼拜、新春清明礼拜，时间是伫9点半开始，请兄姐来注意者。另外2月初10，咱是邀请精神团契陈佩荣牧师前来讲道。第2页。秋间的聚会，甲教育部的课程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4页是教会小组代祷的事项，请咱关心代祷。第5页奉献的明细，请咱家己看，设施有错误的，办公室来更正。第6页消息报告，本主日第一项。2月份第一个中职长老是黄浩杰长老，执事是赖建成，甲傅启芳执事。第2点，就是要来举行2月份的这个庆生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请咱2月份，请咱2月份在场的兄姐，前往到台前来受祝福。2月份的寿星，请到台前来。我们就不一一唱名，请2月份的寿星到台前来。
阿妹。煞只报告。第二点，等下礼拜煞，第701会议室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中执会，请中执准时出席参加，因为会后还佫有其他的事工，所以请咱要准时。第4点，拄有报告，2月初5就是拜二，早起9点半要举行新春清社感恩礼拜，请全家坐来敬拜，献上感恩。补充第5点，今日有公告2月24号，咱会员好会有公告这会员的名册，第4楼这个公布栏请兄姐家己去参考，有登台的办公室来更正。下主日第1点，下主日2月30是更生团契的奉献主日。有邀请到陈伯雄牧师前来请安，请为伊的事工代祷奉献。教会消息，第1点，新春的期间、春节的期间，牧师、干事、甲所谓这个小假、甲出勤的时间、出勤的时间，这个时间请咱家己看，内底有牧师、干事甲守卫，如果牧师伫休假的期间，有代志要联络，请联络小会书记吴传新长老，吴长老，是会当联络我，拢会使。第2点，2月初7甲2月初10，伫南投谢伟营地有举行日光少年营，主题是上帝的国的拼图。有关咱有6名的青少年要报名参加，请为这个事工来代祷。第3点，教育部的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，伫今日开始接受107学年第2学期的奖助学金的申请，时间是到2月24中昼12点截止。要申请的请将相关的资料交予各班的老师，也是主任，也是团契，也是6楼的办公室。具体消息，第1点，咱的穆桂英执事的父亲穆万成兄弟已经蒙主文调，伫昨昏早起伫台南规人教会举行个别礼拜，咱有拢总有10几位中职兄姐有前往去安慰，请为穆桂英的家属代祷，求圣神来帮衬安慰因。第2点，闽社姐妹的妈妈李定梅姊妹，个别式定伫今日下晡2点，伫台北第2殡仪馆景仰厅1楼的至真2厅举行，请为家属代祷，求圣神来保守安慰因。教育消息，第1点，2019年暑期儿童少年营教材甲儿童甲青少年的主日学教材研习会，有关的对象、费用、工时、时间，请咱家己来参与。第2点，2019年竹中中职联谊迎新，时间是伫2月16，伫新竹的圣经书院。这是邀请咱中职踊跃来参加。其他消息，合作社伫2月70中昼12点要伫701会议室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，请理干事参加。以上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2件代志，今仔日咱的中职较辛苦一下，就是讲咱礼拜煞平安礼了，咱就赶紧来6楼天崩，然后来701来召开这个中职会。第2项代志就是讲，今仔日咱的会情刚是这个聆听静默，必做啥物会？一个祈祷会对无？未来牧师毋茫讲安尼祈祷会，咱后面会当成做一个正式的祈祷会。总是牧师无爱用规定的啦，
捌用规定，咱毋茫讲，咱教会慢慢啊来培养即个祈祷的生活。毋若是即个时阵操练祈祷，其实有即个代志，咱拢做袂到，嘛无法度改变。所以咱通过即个祈祷，甲上帝来同工，来关心咱边仔人，关心教会事工，关心即个社会甲国家，安尼好无？好啊，所以即个祈祷，咱慢慢啊来培养，好，慢慢来培养。以上一只来报告。上扬圣诗394首，这是礼拜第要煞。上扬煞，请牧师接导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这是礼拜礼要煞，头个吟诗通是线，心花上上三九岁，毋通忘记过主会，咱伊所做着你，当教主所教示，使龙公上教法度，这忙主保，养财有时受感动，温柔我靠主照顾，温救天父顺位，得着信心安慰，经过一年那艰苦，亲像风景拢会路，世间艰苦无时节，天堂安乐应福气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，甲咱三个弟弟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
电乐袂倒。平安礼，这时请咱起立，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啊？我，咱等。请咱弟兄姊注意一下吼，咱等下。